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豬媽。相信今日全香港嘅焦點都集中喺屯門，因為喺今晚7點幾，屯門市廣場同埋附近嘅街道發生咗一宗極之嚴重嘅事件。一名男子喺商場入邊嘅當期超市攞走咗一把刀，之後喺商場同街頭徘徊，仲一度挾持人質。最後警方到場，喺千鈞一髮之際開咗2槍擊中呢名刀手。刀手最終送院後證實死亡。成個過程俾好多市民用手機影低，網上亦流傳唔同角度嘅片段，睇到人心都離一離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哋會整合翻網上嘅資訊，同大家詳細講翻成件事嘅經過，並且講下我個人嘅睇法。晚上7點許，警方接報指一名計約30至40歲男子喺屯喜路屯門大會堂附近持刀，有警員到場開槍制服疑犯，疑犯昏迷送往屯門醫院。晚上8點許證實死亡。網上圖片見到警員喺屯門市廣場內制服一名男子。據了解，警員開至少2槍。現場所見，開槍位置為屯門市廣場地下入口美心皇宮對面。警員封鎖現場調查，大批探員在場。現場地下遺下懷疑彈殼或者彈頭、手套、膠帶等唔同雜物。現場消息指，警員因見到疑犯挾持一名女子先至開槍。現場消息指，案發前疑犯到商場1樓當期食品部取走一把刀，警員到當期了解事件並封鎖涉事範圍。網上片段顯示，涉案男子身穿白色上衣，身上有背囊並攞住數個袋。傍晚時分喺屯門市廣場外徘徊及揮舞牛肉刀，喺場市民四散。警員到場嘅時候，男子走入商場門口，突然挾持一名女子，現場隨即傳出槍聲。男子隨即倒地。另一段閉路電視片段則見到大批市民從商場跑走，疑犯扯住其中一名女子嘅斜睡袋，女子被扯跌，男子用左手撳住女子嘅頸部，右手持刀。3名警員持槍瞄住男子，男疑犯中槍鬆手，其中一名警員將女子拉走，之後有警員為疑犯上手銬，有警員一直用盾牌戒備。有影片見到事後有警員問：開咗槍邊個開？一名轉背心嘅警員舉手。另外，而從當期廚房拍攝嘅閉路電視片段見到，有職員正計清潔廚房，期間男疑犯突然進入廚房，喺門口附近攞走一把懷疑刀具，職員轉身望住疑犯，影片就此中斷。據了解，男疑犯首先喺商場內當期取得涉案刀具，之後持刀離開。警員於屯門市廣場美心皇宮對開尋獲涉案男子，佢一直持刀。警方衝鋒隊對佢警告同埋施放胡椒噴霧，但不果。據報男子突然衝入商場挾持一名女子，衝鋒隊人員遂連開2槍，均命中疑犯。疑犯其後昏迷送院。成件事睇完，我想分幾個層面去講下我嘅睇法。第一，關於警方嘅處理同開槍決定，我相信今晚喺網上嘅討論一定會有人問係咪一定要開槍，可唔可以用電槍或者警棍，會唔會係用槍過度？我睇完所有流出嘅片段呢，我個人認為當時警員開槍係一個必要嘅決定。大家要諗翻當時個情景，疑犯唔係淨係持刀，係已經挾持住一個人質，並且把刀已經舉起，準備劈落去。呢個係一個正在進行中嘅致命襲擊。電槍唔係萬能，可能會失效或者穿透唔到口衫。警棍同盾牌距離太遠，根本阻止唔到把刀落嚟。喺嗰0點幾秒之間，唯一能夠即時有效停止對方致命攻擊嘅方法，就係使用致命武力，即係開槍。警察嘅訓練同指引都係當市民生命受到即時威脅時，可以使用相應武力去制止。我哋事後睇片可以慢慢分析，但對住當時嘅警員嚟講，係一個電光火石，冇得猶豫嘅決定。佢話嘅行動確實拯救咗一位市民嘅性命，呢一點我覺得需要肯定。第二，關於事件反映嘅公共安全問題，今次事件發生喺一個極之繁忙、人流極之密集嘅大型商場同交通樞紐，一個持刀者就可以引起巨大恐慌，造成人踩人風險。片段見到有市民跌倒，好彩冇釀成更嚴重嘅踐踏意外。呢件事再次提醒我哋，公共場所嘅危機應變能力有幾重要。商場保安嘅即時反應與警方嘅通報機制，市民遇到呢類事件時點樣疏散同自保，例如唔好停留睇熱鬧，盡快離開現場，揾堅固物體躲避，都係值得社會再次關注同討論嘅課題。第三，關於社會心理健康與支援，雖然疑犯嘅動機未明，但一個33歲嘅男人做出如此極端嘅行為，背後必定有佢嘅故事，可能係精神健康出現問題，
可能係累積咗巨大嘅生活壓力或者情緒困擾而爆煲啊！呢單悲劇造成咗一人死亡，一位女途人身心受創，無數現場市民受驚，開槍嘅警員心理壓力亦肯定巨大。成件事冇贏家，我哋作為社會一份子，當發現有人情緒唔對路或者需要幫助嘅時候，係咪可以多行一步，鼓勵佢哋尋求專業協助，防止悲劇發生？往往需要從源頭做起。香港社會嘅精神健康支援服務係咪足夠？係咪容易接觸到？呢個問題好需要政府同社會各界去正視。屯門今晚嘅事件係一宗令人痛心同震驚嘅暴力事件。我哋見到人性嘅恐慌，亦見到警務人員喺危急關頭下作出嘅決定。我衷心希望嗰位受驚嘅女事主同其他市民能夠盡快得到心理輔導，走出陰影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大家對呢件事有咩睇法？不妨喺下邊留言，理性討論。記住，生命可貴，平安是福。我哋下次再傾過，拜拜。